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翻头一个看，日期已经过，24节气已经到热天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就是翻读好弯翻第一条，这个翻倒回转倒转的意思，滑头咱讲是翻头，另外咧名称变来变去，卖当讲是翻来翻去，一个过厝电翻整理，咱讲是电翻。检查做笔录，当事者讲的变做无共，咱讲是翻口径或者是翻难。另外饼图，较早咱嘛讲是翻餐图。另外，还有一款语言内容变做另外一款无共的语言，咱讲是翻译，嘛有人讲翻话。当然，这个翻话嘛有生话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翻点，这个词咱新闻定定讲会到，代表是过暝时12点，咱讲翻点。第二个词读做卖翻车，卖当讲是卖春车，代表是讲一个人唔听别人苦劝，同款无改变伊立场、态度或者是想法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老母提醒囡仔唔通伤晚困，唔通拍电动拍到翻点，结果囡仔煞同款算到3更暝半，实在是讲袂翻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翻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